明年的2月特别过年咯，餐厅饭店拢开放主文围炉。消基会调查发现，讲有超过6成的业者是违反定期化的契约，定金收超过总价2成。差不多搁2个月半就要过年咯，即马侪民众较爱伫外口食，安尼就免为着围炉菜色伤脑筋。真侪餐厅饭店已经会当开始主文过年定位，毋过定金爱偌济才合理咧，民众的想法拢无共款。 2成都一般我都不会去订啊。无故临时被取消，对餐厅也很不公平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诚意去用餐的话，其实我不介意他先收。消基会办事公布抽查25间业者申请定位定金的收费金额，发现有超过6成的业者违反定期化契约，定金收超过总计销的20%，都包括有封条百货、个人会等等，也有3成6定金收100%，包括台北喜来登、盐上海、和青青风车庄园餐厅，甚至还有收超过100%的，就是台南大饭店和小福利嫌火锅。消基会呼吁民众在定位的时，都要把定金的算法和退钱的规定问好清楚，权益才袂受损。 很多是100%的这样的一个定金，那到我们今年的除夕2月履约的时候，如果这个餐厅发生了倒闭，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财务状况的话，那消费者不止在除夕那天可能吃不到哦，甚至连可不可以退费哦，这部分可能它的保障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希望主管机关应该马上就违规的业者呢，马上依照《消费者保护法》第56条之1的规定通知改善。 再不改善的话呢，那根据56条之1呢，可以处3万到30万。那再不改善的话，可以处5万到50万的这样的一个罚款。消基会指出，今年违规的情形非常严重，侪知名业者收费的计数和规则，这违规事实拢清清楚楚写伫各大饭店、餐厅的网页。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、卫福部和地方政府，应该要赶紧通知改善开发，保障民众的权益。记者卢尚如、曾春佑台北报道。